人会败坏原因，就是因为因背离主的去跪拜外邦人的神，无搁再信靠上帝。比较整个的国家对顶面的国王、对贵族、对宗教领袖，一直到下骹位这个平民百姓，拢无搁再照上帝的公义来行做，最后因才会互上帝来毁灭。所以要真心超找对上帝、对耶稣原基督的疼内心，就是爱真心将目睭注视伫上帝，行伫伊所指示的道路顶面。我相信咱拢有迷路的经验，啥咯咱会迷路？迄个原因，较侪是因为对迄个所在无够熟啊。因为咱要去一个新的所在，咱代志拢安怎？爱先看地图。即摆若做频段拢无咧看地图，拢是安怎？直接导航设定好，就试落开始，就带去到你要去的所在。我的习惯是，我会先看地图。我地图看清楚了后，爱行啥物款的路，我先知影讲，迄个路径是安怎行，我才去设定迄个导航。这是我的习惯。因为我过去就是拢先习惯看地图了后，才去找路。有的人毋是啊，有的人是感觉讲，反正设定好，我就照迄个路去行。但是尾后，咱知讲有迄个导航，你若无去更新，到你落尾会带你去啥物所在拢毋知影。因为咱无事先做好功课啊，所以咱到你落尾就会迷路。当然有一寡人的迷路是过头自信，伊就掠准讲我的方向感真好，路就是安尼行。有当时我人无顺流念，搁较看导航，莫想讲你知影路。我是方向感真好的人，所以讲我去踅几啊日转来，我永远知影讲东西南北的方向。但是无顺流毋知影。伊昨日去个东区，东区迄个下要到民教百货迄个所在，伊去迄个夹头门啊，伊夹了后出来，要去到另外一个地点，就敲电话甲我问讲，我即摆伫倒位？我要安怎去倒位？要去啥物所在？我讲。你安尼讲，我完全毋知你无头无尾我毋知你到底是要甲我讲，你即摆目前是啥物所在？之前你讲你徛伫忠孝东路，无四段的所在无毋对啊。但是你是正面是东还是西？你爱甲我讲我清楚。若无我毋知要安怎甲你指示讲你要行是啥物款的方向。有人过头自信讲我知影迄个路安怎行，所以就照家己的方法去行。到落尾就是安怎？就是迷路，并且离开正确的路愈行愈远。咱上帝为着会通，互咱顺利找到迄个正确的路，并且行伫迄个中间，已经将咱设定好迄个 GPS 啦这个 GPS 是啥物？就是耶稣基督。迄个定位就是耶稣，耶稣相对。咱的领航员，到过港口的人拢知影讲，当迄个大船要入港的时阵，一定要有一台细台船，在领航。若无迄个大台船是安怎？有可能去弄着岸边啊，入港有一个双屏拢有安尼甲炸掉的有当时就弄着边因为无迄个领航，也是讲你对迄个咱讲迄个河道无够熟的时阵你就去弄去。迄个领航主要原因就是要互咱在入港的时阵，知影讲啥物所在有可能有迄个暗礁，你毋通行对遐去，免得你去弄着迄个暗礁。耶稣就是咱的领航啊，伊带领咱、引带咱，会通真心到伫上帝公义的国度内底。
实际上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真要紧的目的啊！为着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救出来。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的目的，就是要救伊的百姓脱离因的罪恶，互因会当搁再一摆恢复上帝圣洁百姓的身份，然后上帝公义的国度会当临到伫这个世界。当然，要消除要真心消除对上帝、对耶稣原基督的疼，咱除了要爱真心将目睭注视伫上帝身上。也行伫伊为咱明白道路顶面以外，另外一个真要紧的功课，也是真必要的功课，就是要诚心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这嘛是原基督主耶稣伊开始伫家里地地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阵所讲。伊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啊。其实。耶稣所宣扬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伫进前的行洗礼约翰嘛是传这个福音。咱来看圣经的记载，行洗礼约翰伊出来所讲的嘛是共款，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行洗礼约翰是甲耶稣行洗礼，这是啥物意思？通常甲人行洗礼的人，就是表示讲。迄个，互你洗礼人就是你的学生，所以伫迄个中间就是耶稣是行洗礼约翰的学生，所以老师伊讲啥物款的话，学生就跟咧讲啥物款的话。当行洗礼约翰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共款耶稣伊嘛是安尼讲。悔改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有回转回头的意思。咱行毋着路，拄仔讲你迷路时阵啦，回头就好啦嘛。回头转来到伫你熟悉的路顶面。伫圣经上，毋单单是咧指转变心意，我还是咧指弃杀罪恶，全然来归向上帝。所以悔改有这个意思，你着爱弃杀罪恶，完全来归向上帝。咱都知影，若是将迄个清气的水。倒入去一杯内底有垃圾的水，无论你清气的水倒偌济入去，迄杯水伊完是安怎？是垃圾，因为本身迄个水内底就是有垃圾。要怎样互杯内底会通有清气的水，就是爱将迄个垃圾的水来甲伊摒掉，然后将杯洗掉清气。安尼，你清气的水倒入去，迄杯才是清气的水。咱无可能讲内底是垃圾的水，你搁一直倒到落尾以外是垃圾的水。亲像安尼，若是咱无法度带心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将迄个老的我、迄个旧的我，拢完全来斩除，拢来甲洗互清气，咱就无法度穿迄束上帝互咱公义的新衫伫咱的心中。就我听像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如讲。若倒将新酒装伫新杯笼内底，就两项拢会当得到保全。新的酒内底阁有酵，伊阁会发酵。所以若放伫旧的杯笼，旧的杯笼一定无弹性啦，无伸缩性。所以新的酒倒伫内底，迄旧的杯笼到落尾就离去，就会破去。所以就爱将新酒放伫新的杯笼，因为新的杯笼阁有弹性，伊内底会通阁。迄个发酵的酒，伊迄个膨胀，会因为迄个膨胀，迄个配料就离去。然后咱拢是上帝准备要赢，咱拢是上帝所要准备赢子，迄个欢喜行公义、纪念主的道的人。咱是即顶号的人嘛，咱有备办心，要上帝称作是公义。搁纪念主的道理的人。等到每一年伫大家圣诞日的时阵，咱除了满心期待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感受着讲，伊为着咱点到迄个愿望的亮光以外，咱也会通做啥物款准备的工作。这准备工作绝对毋简单是来讲一个教啊。
咱真认真来做礼拜堂的布置，嘛毋简单是做一个真热烈的赞美礼拜，嘛毋是简单伫迄个圣诞庆祝会办甲真热烈。咱是毋是有将目睭注视伫上帝，诚心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为咱兄弟耶稣来到伫咱的中间，若无耐心看见咱是有罪人的时阵，即个救恩点彩就甲咱无分。是因为咱有看见咱就是有罪人，咱愿意伫上帝面头前来悔改，即个救恩才甲咱有分。主耶稣道成肉体，伊降生伫即个世界的目的，毋是为着世界人带来一场真热烈的庆典，毋是为着要办一场欢乐耶诞城。新北市对10月开始，为着要迎接圣诞节，所以因即几年来拢有办迄个欢乐圣诞耶诞城。我感觉即个活动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听咱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圣诞节应该是教会的节期，结果即马是世俗在替咱扮演迄个主办的角色，互咱看见整个社会真热烈咧庆祝耶诞节，伊毋是咧庆祝圣诞节，伊毋是去庆祝耶诞节，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咱是要互社会来主导即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还是教会来主导即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咱着要思考清楚。咱若互社会来主导的时阵，就是变做安尼欢乐耶诞城，所带来的是虾米款热烈的气氛？迄个热烈气氛就是安怎世俗化。大家拢无看到耶稣，大家伫迄个中间，敢若看到迄个活动办了，互大家感觉真热烈。但是咱要庆祝这个圣诞节，应该是教会来做主导，互众人会通知影，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这是咱教会存在的目的。咱毋是互社会来影响教会，反正是应该是互教会来影响社会。所以，咱就爱互耶稣伊迄个道成肉体来到伫即个世间的目的，互众人会通看见。耶稣来到伫世间是通过伊的性命，要互世间人会通拄着上帝，会通真心回转来归向上帝。咱伫遮纪念。咱遮庆祝圣诞节的目的，是为着要向世间人来宣布，上帝愿意主动来消除世间人，伊愿意主动来甲世间人和好的福音，因为伊看见世间人伊愿意罪恶中间来受苦。另外，这咱是毋是有准备好势，要行出去甲所有人来分享？迄个互百姓拢有份的好消息。伊在咱，伫每一年咱咧庆祝圣诞的时阵，咱爱去思考，到底咱是要宣扬什么款的福音，互人来听见？咱要怎样，互众人会通领受即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了后，因的性命也得到今生改变。因为救主耶稣因的性命来做王做主，因愿意承认因是有罪，因愿意悔改，愿意归向上帝，所以因的心得到改变。这才是福音所带带出来最要紧的信仰意义。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咧每一年庆祝圣诞的时阵，咱人生搁再一摆会通激励家己。激励咱家己本身，
咱伫上帝面前爱面对悔改，同时咱嘛爱真心行伫上帝的正道顶面。咱同心来祈祷。今日我感谢你，伫即个来讲第一主日，当我点到即支代表期待5万的老师的时阵，我也准备心要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做我知影耶稣伊来到即个世间是遮尔卑微，伊出世伫马槽内底，伊无亲像外邦的君王，是遮尔热烈庆祝伊的主出世，反正是一款真谦卑的模样甲款式来到伫阮的即个世界，是为着要世间人来显明上帝疼即个世间，上帝伊怜悯即个世间。做当阮伫即个大讲节期的时阵，阮真认真要来准备圣诞节一切活动的时阵，做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清楚知影，圣诞节是教会的节期，阮毋通互社会来成做主导，阮着爱成做圣诞节的主导，互众人会通清楚知影，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圣诞节的主角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互济人因会通真心转来到伫上帝面前。主帮助阮，阮伫圣诞节的节期中间，阮搁再一摆将目睭注视伫你的身上，互阮会通真心悔改，转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认真行伫你的正道顶面，互即个圣诞节通过阮的性命所显明出来，拢会通互人看见，叫做耶稣基督伊降生所带来迄个福音，实在是真要紧的福音，是救人性命的福音。因我已经领受，也阮愿意出去分享，互侪人也因为即个福音，因真心转来到伫上帝公义的国度内底，互因所穿的无搁再是迄个旧的衫，因会通穿起上帝为因备办迄个公义的新衫。像安尼，阮伫上帝公义国度内底，阮就无搁再互罪恶来捆绑。主帮助阮，互阮确实知影，即个新的活命是当家的恩典所换得的，互阮会通珍惜即个当家的恩典，帮助阮不三时拢会通伫你面前，搁再一摆认真来明白福音，也会通装备阮家己本身，互侪人因为看见阮性命所带来的荣光，因也愿意来亲近，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息第594首，我心免摇。信息第594首，我心免摇。信息第594首，我心免摇。我心免摇，主是上困我，你较别出现，是阮保护我，我若迫切困求。伊要救主大地全来，公平我面听，请大家起立来传授。我心。
刚才一起再来念小书记。咱今年到第二摆这个建小书记吼，咱也特别准备心来建小书记，咱已经正式581首，叫做耶稣万福本愿，咱来这个英文首，咱经到第30个时阵，我再将咱的小组报告开始。叫做耶稣万福本愿，所叫我落定定在，做出你的万天际，我相信是来得及，也是我多么希望，我来相信到天地，兄弟呀，我会接受。在国家的梦想，日日夜夜一样做，在这落云的无处，就做不出的咖啡，让花对家出相依，我要归到路途，要走一座家家路。咱重新来祈祷。主要说你是一切福气的源头，你赏赐予阮各种的恩惠是遮尔啊大，搁遮尔啊多。感谢你，因为你对过去、现今到伫未来，你是永远的主。伫你会带领因带保守的命，阮会通安然来过日子。特别我也对你遐领受丰盛的赏赐。感谢你，因为阮伫7年前有买图书馆，也阮为着图书馆的贷款，也不止用心，兄弟姊妹真热情参与伫这个事工的顶面。拄阮知影，虽然阮所献的实在是有限，拢是阮所献的，拢要诚做芳芳的济，互你来欢喜。主通过这个为着图书馆贷款，为着土地购买的小组织，阮会通互你看见阮的心意。求你帮助阮，通过这个真卑微的奉献，会通成做教会的帮助，互阮
以贷款的即个代志顶面，假一日，阮将即个钱文拢认清，互阮搁再一摆会通知影，你对阮教会的恩典带领，因阮知影，阮所有的事工，无因为阮教会目前的欠费，就无法度来进行，反倒是，互阮用搁较侪对你遐来异象，伫即个社区的中间来宣扬主你的真道福音，帮助阮，互阮确实清楚知影，你恩典的赏赐，实在是超过阮所想象的，也你所赏赐互阮遮一切，也是阮着爱珍惜，互阮搁再一摆用敬虔的心来摆列阮所献的，以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阮来准备奉献，请咱弟兄姊妹说将支持。请我来报告来先，请咱做伙来订住台语的2摆，华语的1摆。因有记载伫咧经过第2页的上后下骹，咱就请做伙来读。有啊，那你若按习惯的背，我的手一起修理在乎，万东西并就所作为，以赛亚书64章8节。有啊，那你若按习惯的背，我的手一起修理在乎，万东西并就所作为，以赛亚书64章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以赛亚书64章8节。今仔日主日是在讲的第一主日，今仔日是由学生的代表来点第一的节。代表伫大家希望，请兄弟弟万心来听，救主耶稣的降临。今仔主日礼拜中呼应换年度的为图书馆贷款甲土地报废的小组织，感谢上帝，让阮不断的领受伊丰盛的供给，请兄弟继续为这个事工来做奉献。阮周3的参经祈祷会，加紧是贵和书主理，祈祷会是宣传门路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互阮做伙用祈祷来建造下个教会。主理是新奇性平行的奉献。
请兄姊有关心为学校奉献。会处理下晡1点真轻的团契，要请王金昌牧师主理。题目是明白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仰，请兄姊踊跃参加。7点本会已经开始办理中学以上的学生奖学金的申请，详细办法请看后壁迄公布栏，欢迎符合学生甲关怀部提出申请，到今仔日主理为止。要甲教会做伙定信单歌的兄姊，请甲后壁的公布栏听你要爱的口味甲数量，而且将费用交予南美的支持，到今仔日主理为止。第9点，本会要伫12月13举行圣礼节，要接受新灵洗礼、天信礼，若是小儿新洗礼的兄姊，请问过牧师报名，以安排葡萄园的土地。第10点，本会12月的圣诞节期活动，12月20号的早起10点半，要有救主圣诞赞美礼拜，然后而且阁有圣诞的主餐。下晡的2点半，要有救主圣诞的庆祝活动。12月24的阴暗，会有平安年的报佳音，再甲信友堂做伙报佳音。第1点，本会对内对外的奉献无法度受理3倍券、2券的现金折抵的票券，请兄姊特别留意。12月本会要伫明年起甲福德里办公室做伙进行特定的独居老人的共餐，目前阁需要义工合作上餐，时间是每礼拜的拜2甲拜5的中昼11点半到12点。若有感动参与的兄姊，请以过牧师报名。其他顶周的奉献，请大家来看下有出力的所在甲对写遮来去正。下周的事奉，主理祈祷会是细田之事，师会是叶金永乐，主评是吴师娘。华语的书评是吴师娘，台语的书评是宋恩，书评是秀珠甲周浩指示。其他请大家各家己来看。书刚有要补充过。咱感谢上帝，互咱每一年2摆即个献小书记哦。目前咱需要为着图书馆的财款，甲即个土地的购买，来献小书记哦。我顶个有前几讲有问迄个寿先生哦，咱目前就是土地甲即个图书馆的财款哦，大概搁会172，是吗？152吼，搁欠差不多152万吼。伫这中间财务这边有咧思考吼，检查咱会当甲兄弟姊妹吼来小额借款吼，小额借款的方式吼，赶紧将这个贷款来还了吼。当时我爱开小会，我开小会来讨论这个代志吼，这而且是预告的吼，但是将来有这个需要，要甲兄弟小额借款吼，请兄弟。恁若是有即个会当个到位到三工的所在吼，请恁会当来告诉到三工所以遮先预告一下吼。过来第2项较要紧的就是后礼拜咱有邀请王明昌牧师来主持即个社生团契的即个聚会。因为咱下昼爱订便当啦，所以这爱报名。
爱甲细方即事报名吼。咱知影讲咱爱定过电动，所以即、个较早一个礼拜说恁若有要准备参加即个聚会吼，也请甲细方即事报名来订电动吼。好，阮迄个订圣诞歌吼是到即礼拜结束，再麻烦恁兄弟我家己来去订了吼，来去订了。好，拄则有讲起吼，咱对内甲对外的访客，咱无收即个3倍券，也是讲像讲有人要奉献全年礼券，还是了礼券吼。咱教会是目前无收即个3倍券甲一寡礼券的部分咯。当然，无所在讲恁真有心想要奉献啦。因为恁奉献这吼，对教会来讲是较麻烦吼。爱搁去做对换正活动，所以才请咱的兄弟伫咧奉献部分咯。咱即个3倍券甲礼券的部分就无收，无收吼。请咱兄弟特别注意。较早第礼拜结束吼，则请小人老婆吼，有几项代志要讨论一下吼，则请小人特别注意。所以咱即时要来进入到咱来做的家庭吼。今日要为着做好甲圆圆一个家庭来祈祷吼。圆圆目前有技术啦吼，所以就是预算就是明年2月明年2月吼。咱求上帝特别来保守，互圆圆伫即个待产的即个怀孕的时间啦吼，一切拢会通平安吼。为着做好伊个甲圆圆的工作，来祈祷吼。咱即时阵就特别为着即个家庭，咱来开声祈祷。因为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以礼拜中间时间为着教会集体来摆着阮的祈祷。其中你阮特别为着做好，为着学生这个家庭来祈祷。感谢你，你保守这个家庭，你互这个家庭会通得到上帝你互因的产业，咱明年伫明年的2月要来生产，求上帝你会保守。互伊怀孕的这个过程中间，你稳定的手会伫圆圆的身上，互这个囡仔会通真安稳，真健康来成长。阮特别也恳求上帝你的手会通保守这个细囝，伊自细汉就会通明白上帝，会通明白耶稣，像是伫正人的关心在道里面，伊会通健康来成长。阮恳求上帝，你也保守做好甲圆圆因的工作，互因的工作生活各方面，拢有上帝你稳定的手伫因的身上来做工，保守因伫生活的每一天，拢看见上帝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伫这个家庭的中间。感谢你。让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咱接续来工作吼，咱继续为着玉根长老来祈祷吼。所以就我讲有可能上紧是拜2、拜3就出现吼。
所以伊上第一个保守，互伊即几工，搁咧带伊去检查，一切伊的结果拢会当真正顺利吼。过来咱为着迄个教会迄个高美月节祈祷吼，因为伊原本是12月初3要去手术伊的鼻孔吼，伊的鼻仔耳膜有2个破洞吼，就是爱手术甲伊修复吼。结果无拍算伊伫拜4吼，有出车祸吼，伫迄个昨天月啊迄个湾吼，飞起来的时阵甲一个大学生相咯。所以伊讲伊的病啊有第50甲第60有登去啦吼。所以伊爱有3个月休困的时间啦。咱特别为着教会业绩祈祷吼。所以教会这段时间检测，咱都爱找迄个咱教会囝扫的人员吼。为着这样事来祈祷吼，互即个每一节通赶紧恢复吧吼。咱伫这中间检测嘛是思考看卖要安怎有啥物人会通来协助咱囝扫教会这代志吼。这说咱医院嘛是为着教会现在这个时间祈祷吼，咱伊就有看吼伫12月20有12礼拜有继续会。另后24暗时甲4月准备去报答因吼，咱求上帝特别保守带领。过来就是继续为着迄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祈祷吼。这2天咱境外移入的吼，中量爱增加到20几例吼，实在是真惊人啦吼。求上帝一个怜悯吼，咱伫台湾这所在，咱实在是真安稳吼。当时咱嘛是爱保持咱迄个防疫新生活吼。伫12月开始吼，政府迄个规定讲迄个8大场所吼，一定爱戴喙罩吼，要严格执行吼。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吼，若是来到教会聚会时阵，一定爱戴喙罩吼，这是政府所规定的吼，咱就爱来配合吼。这时阵咱就起咧为着这几项代志来祈祷。这时阵特别刚才礼拜来为着我的遗体，就天天来祈祷，主感谢你，因为你互伊住院的这段时间，会通得到病医真好的这个检查，上时也会通过医生互伊真专业的治疗，即马身体也渐渐会通恢复，求上帝你保守，通过这段时间，伊病院所做一切检查，会开始会通清楚知影，会听到伊所需要做遮个治疗，或者一切治疗，个人诚济，听到会放心，互伊赶紧会通来出院，转去到厝里休养。咱会为着台湾教会囝教会教会业界来祈祷，祝你愿意也帮助伊，因为伫这礼拜4有发生车祸，
并啊有长期非常地你通过你的医治，互伊会当恢复健康。伊也伫即个赛事有要来做耳膜修复的手术，求你保守，或者手术一切拢会当顺利来完成。祝你保守伊，互伊会当通过阮正人对伊的祈祷，互伊会当感受到正人对伊的关心，特别互伊有机会会当听听福音，来明白福音，保守阮的教会，伫过来圣诞节的节期，阮有侪侪活动，阮的赞美礼拜庆祝会甲报佳音，阮求上帝你继续来保守引带甲看顾，互阮通过遮一切事工的证明，阮伫圣诞节中间会当宣扬即个大欢喜的福音。阮也为着全球即个武汉肺炎疫情，阮求上帝你真正是怜悯。阮看见即个第三波疫情一直咧发生，阮伫即几天台湾也有侪即个境外移入的案例，阮求上帝你保守，互即个整个疫情会当得到真好的控制，像是阮教会也会通配合政府的要求，阮若是聚会时阵，拢会通来带喙安，像是伫生活中间，会通做好即个防疫新生活的工作。求上帝你真正伫阮的中间来施着你的怜悯之爱，互阮通过即个疫苗会通赶紧来研发出来，互阮侪侪人会通得到帮助。阮从这事搁再一摆来着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谢谢。是的，随见时的400首，追求助力传我祷告。随见时的400首，追求助力传我祷告。大家给你来传授。阮主要所记的文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同的感动，甲恁正人常常参加伫地，对即事直到主过来。阿门。
从